如果冷氣師傅喺冇搭棚同埋任何安全措施下走出窗外維修導致死亡，業主係有機會需要負上刑事同埋民事賠償責任。至於業主係咪要孭飛，主要取決於以下幾項法律同保險關鍵：一、直接聘用師傅個人。若業主直接聘請師傅，師傅可能喺法律上被視為業主嘅僱員。根據香港僱員補償條例，僱主必須為僱員投購勞工保險勞保。若冇購買勞保且工人死亡，業主屬嚴重違法，需負上全部刑事同埋極高昂嘅工傷賠償責任。二、聘請冷氣公司。若果業主聘請嘅係註冊冷氣公司或裝修工程公司，師傅通常係該公司嘅員工或判頭。喺呢個情況下，僱主責任通常落喺該工程公司身上。不過，即使業主聘請嘅係公司，如果業主明知工程需要進行高空工作，卻刻意要求或默許師傅免旁唔採取防墮措施，如冇使用安全帶、獨立救生繩等，呢個屬於業主疏忽。受害家屬或者相關部門，例如勞工處，可入稟控告業主疏忽，業主仍然有機會要面對法律訴訟同承擔部分賠償。最後係法例規管。根據建築地盤安全規例，進行外牆冷氣維修等高空工作時，必須提供合適嘅工作平台，如合規格嘅懸空式棚架或者吊船。標榜免棚嘅冷氣工程往往屬違法行為。若出事，任何牽涉其中嘅人士，包括業主，都有可能惹上官非。請謹記，裝修係一門好嚴謹、有好多法例規管嘅工作，千祈唔好貪平，因為如果發生意外，後果係不堪設想嘅。三木設計，內容可靠，售後完善，所有工程3年保養，ISO 國際質量認證公司。